咱早安堂伊的历史由来吼，是不是请江先生甲咱说明一下呢？哦，这个早安堂吼，伊这个历史上吼，以我了解吼，是对阮这个阿公哦，18世，叫做人拢叫伊福禄哦，福禄先来遮开垦。迄个人拄拄啊是民国20年左右，先起这个做大厅，伊先起正式5间，头先是拢先来先起砍草的，因为那阵的经济较歹，到民国这个差不多26年的时，才搁起这个两边遐3间，因为囡仔紧大汉啊，带袂落。所以，才到民国28年时，才搁起这个和平，哦，所以拢总安尼在经早安堂吼，伊想要号做这个名呢？伊就是因为阮的遐祖先啊，是对这个福建省迄清朝的时讲做漳州府早安关对遐迁过来，为着要纪念因较早。迄个所在，所以阮阿公就甲这只厝，甲号做早安堂。伊目的是啥物号做早安堂呢？我头讲的，就是讲叫阮遮下呢，遮子孙啊，无日记较早的祖先是住伫这个早安关遐，来遮足辛苦的开垦，袂使忘本的意思。江先生，请问吼，咱这早安堂伊建筑的特色是哪位？你会使甲我们说明？哦，这个早安堂吼，伊这是遐文史工作者吼，个遐文化资产委员会吼，伊把它定位是这个市电古迹。因为谁若要做市电古迹呢？有3个原因。第一，伊已经无法度可以再取代的。第二个，早安堂横跨3个朝代：第一个清朝，第二个日据时期，第3个是国民党时期，有它这3个特色。第3个，它能够代表我们本土的庶民的住宅，所以它政府把它定位在市电的古迹。我现在再把这个里面有一些特色再把它介绍一下。第一个，它是以这个鹅卵石为底墙壁是以这个土角厝为墙壁，主管一拱为梁，这个也是它的特色。它里面的结构也是符合闽南式的建筑。它这个院子里面是一个方形，外面这个院子是一个半圆形，这代表我们的祖先。伊有这个韵味是啥物呢？就是叫我们祖先要内方外圆。第二个的特点就是结合风水地理。咱这么一家算大厅，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个人在这里活动，代表人和人有一家在活动。这么外口有一个院子是方形，方形是代表日，日的是代表天嘛，天时。外面是一个半月形，一个月，月就是地利，这算天时地利，咱就叫人和。张先生我给你请问，文楼甲咱早安堂伊的关系是安怎？因为这个早安堂起的是日本时代，
啊，日本时代时吼，伊为着要改善这个农民的生活，所以伊就鼓励这个农民来种这个薰。迄阵清朝的时，伊这个薰啊是用拍的，四角的一个，你看咧，竹柄啊，甲叉叉的，然后才甲摕去外口拍。后来日本人感觉，这款的吼生产量，甲这个品质，拢无讲偌好，所以伊就鼓励用人起这个薰疗。自早赵安堂的时，都去申请，因为这个日据时代这个薰啊，伊嘛属于算讲管制，因为伊要收入，要抽税金。头先是赵安堂内底有2间薰疗，第一间是咱即摆起来的梁平遐，迄个号做广岛市的烟楼，因为由于地震的时，才去倒去。咱即摆我即摆一只徛这做大阪市的烟楼，这两个有啥物无共款呢？伊这差别真大。广岛市的烟楼，伊无这个太子楼，因为日本人讲做太子上大，所以才个号做太子楼。伊有这个缺点，就是讲这个叫做散热无好。日本人伊才个改进这个天窗，内底有6个透气孔，中间有一个小隔热，所以叫大阪式的烟炉，烘出来时的品质比这个广岛式的烟炉较好。迄阵阵来的时，一个去甲这个叫做日本讲做总督，伊领去甲因申请这个许可，因为迄阵阵拄用抽签的，我听阮阿公讲的，拄抽到。就开始才起这个大阪式的薰疗。江先生咱这薰疗伊咧做薰药伊的过程是安怎？我即马来讲这个制作的过程。咱薰啊是外口产的。制作完成的时，像即马这差不多就爱100工等下这叶大长了咱就把这个叶甲挽起来，甲收好的时，甲切来。咱即马我现在就的所在来甲伊整理咱即马这间薰疗阮是讲薰疗啦内面有3个部门，头拄一个咱去这是叫做烟叶干燥室。我即马这个徛的所在，这个位是烟叶，阮讲做是工作房，就是工作室。即马这个面顶这个都是叫做薰啊内底叫做储藏室，伊分做3个部门。我即马先讲这个，咱甲薰料挽来遮，爱甲伊整理，伊分做上顶的、中上的、甲下面的，甲伊夹。薰料了后，甲这个薰料，我即马举这个叫做烟杆，阮讲叫做薰锅甲这个薰甲伊卷起来，差不多有这个薰尖，甲串联起来。然后甲平均起来，然后甲伊整理起来，整理好的时，才甲摕去迄个干燥室是甲吊起来，甲伊平均甲吊起来，间分间，拢总差不多800支甲1000支，上济用钱甲1000支，内底爱烘差不多1礼拜，伊这薰叶内底会变到金黄色。这个薰内底的品质足重要。在我了解，伊分做7等，有分做1级的、2级的、甲7级，介绍拢无共款。1级的条件什么款的呢？第一，这个颜色爱金黄色，
哦，像咱金啊食金，啊，第二个咧，味这个味吼，伊个味披起来咧，有香安尼分味个咧。第三，这个分料爱煲，吼，愈煲愈好，无高温咯，高温较无效，因为先来烘出来，你个粉啊较高咧，迄就是你个品质。高温就是讲迄个尼古丁较高，较唔好，所以你烘出来粉啊，你第二有这个色水金色的，啊，这个味真香，啊，第三咧，迄个分效足够的，哦，这个品质足好的。粉啊是制作的时，哦，这是一个劳力密集的工业，因为迄阵阵的时也无即马遮尔发达。比较上拢步步爱用人工，啊人工的时啊，差不多迄阵就最少爱一个班底，就是爱10个人，啊10个人安尼要安怎？我今日我来甲你做，啊后日来甲你做，这叫做交换班。这叫做咧烘的时吼，差不多爱一礼拜，这礼拜中间拢袂使失火。啊，有迄阵，阮爸爸、阮阿公，因拢会干燥室遐有一个迄款的观察窗啊，因的手咧摸，目睭咧看当时爱调节这个温度，就是咱太子楼的天窗，当时要甲伊开放，啊，迄拢有迄个角度，风嘛爱送风入去，足专业的工课。啊，中间的时，拢爱阮咧顾火的时，爱烘，因为迄火时拢用迄粉茶。啊，烘的时吼，拢爱轮班，照即马就是吼做24小时，有早班，哦，晚班，啊，搁有迄夜班的。啊，寒天的时吼，就用取暖。啊，第二仔是，阮用家己遮边啊，拢有种迄个番麦、番薯、土豆，哦，就去甲慢慢的来做点心，反正就是就地取材，讲起来嘛是多彩多姿。啊，烘了的时，退粉的了的时，就爱开始爱整理啊。就即摆我咧举这粉锅啊，甲这粉叶拢甲弄做出来，甲弄一杯一杯，甲分类一箱一箱。因为吼，迄日治时代吼，日本人吼，因就是这榻榻米，因拢较惊要做潮湿。伊这个储藏室啊，伊这拢有照规格。啊，伊即摆就啊放做迄一个锅炉，像咱即摆在看这锅炉，这温度、光线，伊拢有规定，哦，有规定迄个规格，安尼粉啊放咧时啊，才袂变质，因为粉啊上惊变质，上惊潮湿、臭腐，啊是讲物件下去哦发掉，安尼就拢了去啊。可能遐整理了的是单价，咱甲送去的工艺局，啊去啊，互伊鉴定，看偌济介绍，偌济药，哦啊交好的是，哦，迄咱大家啊。你会比较讲哦啊，我今日这间分量，我来交偌济，大家足好。交了的是，拢有迄庆功宴，哦，庆功宴就是讲，大家就足欢喜的。甲你遮个边来较早甲你到遮工作的来时吼，啊然后啊吼，会甲伊土地公啊拜拜，啊拜了的是，剩的时吼，大家就甲遐个祭品啊摕来遮，吼，大家来做伙，吼，足有人情味的。